继续来看新冠病毒居家快筛的试剂，伫各大药房甲超商开始来卖咯。也毋过医师来提醒，这个快筛试剂真会有伪阴伪阳的问题，所以一定都要加采柜盖啊。若是有相关的接触史，也是爱到社区的体检站来做体检。加上目前并无规范居家快筛追踪的流程，所以要提醒民众，万不一采检若是阳性，一定要来通报，才袂来造成着防疫的破空。啊，到底这个快筛试剂要安怎正确来使用，佮有啥物款爱注意的事项呢？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早起9点，居家快筛试剂都教会摆起哩尔，所以有民众一摆买3暗。一个鼻孔要15秒，左边鼻腔15秒，右边鼻腔15秒。试纸盒，对，还有那个试纸液，是，那个都要丢在这个夹链袋里面。插入鼻孔内上少2公分，而且连4摆，上少15秒。我到现场做示范，就传影片给民众看。现场阁提醒一摆，因为这采检的时间、甲深度、甲检测的准确度有关系。会怕就是怕太深入的话会觉得不舒服。可是有看过很多影片是说他们自己做检测是不会不舒服的。事先先量一下棉棒的一个长度、深度到哪边，看是2条线，又觉得有疑虑，你还是要打1922，不是拿着那个阳性的2条线跑到我们社区药局药师来，我们药师真的就变3条线了。快筛其实嘛有假阴性还是假阳性的问题，医生提醒讲，这毋是做一摆就结束无代志啊。如果是未阴性的人呢，常常会以为他很安全了，就到处乱跑、乱聚集，那这样也对防疫上有一些困扰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快筛呢要连续做几次，才比较有肯定的效果。专家提醒讲，快筛试剂袂使代替医疗的检验，啊，若是有镜头，甲相关的接触史一定要通报，而且去社区体检站，千万唔通因为会惊，就延误就医。